兄弟姊妹平安，咱即时请咱备办心要来举行今仔日礼拜，请奏乐。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们。咱三甲吟诗来学罗上帝，圣诗538首。圣诗538首，请咱起立。我心中
愿心来顺风，万事平安。徛伫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的人。阮伫日市，救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食西鲁玛利亚出世，被温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伊对世人有国我。这是全能的爸上帝，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小弟，肉体我永远的名。请坐。三甲来启用。启文第34篇，诗篇146篇。启文34篇，等咱三甲来交托，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唔通挖靠君王。因一个断气就归途，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心冤。上主解放受关押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以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为永远做主。这声。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至圣、至尊、至权，赏赐阮人类活命甲智慧，也是阮所信靠的独一真神，阮伫天领我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创造阮。互阮生活伫共即个世代，共一个乡土，阮也有共一个信仰，阮也有份伫共一间礼拜堂，用相款的语言来敬拜主你。主啊，虽讲今仔日外面有风雨甲寒冷的天气，但是你犹原为阮备办真烧热、真舒适的礼拜堂，互阮。同信的兄弟姊妹会当聚集伫遮来敬拜主你。啊，你互阮有家庭的温暖，有亲人甲朋友的疼，
有种种物质的享受，总是上时，你也互阮人类也会拄着种种的生老病死、辛苦病痛，也有种种的天灾战争，阮人类嘛借着你所赏赐阮的智慧甲信仰，不断向前来跑走，来挑战新的文明。主啊，特别是伫全世界受到武汉肺炎冲击的这2年来，你保守阮台湾平安来经过。阮有好的政府团队，用正确的方式来领导阮台湾控制疫情，而且经济继续发展。主，阮要为着这个来献上阮的感谢。求主你的慈爱、怜悯甲大权能，继续赐福伫阮的乡土，也帮助全世界也早一日会当脱离这疫情。主，阮要恳求你，阮也要学了你无煞。即时，阮也要为着今仔日阮所要举行的会员登记好会来祈祷。主啊，你伫69年前有差遣你的忠仆牧长，以及阮的前辈信徒，伫咱门这个地区来建立教会，高举是日价来引带人归主，传出你的福音，然后侪人的灵魂得到拯救。其中阮也有经过3摆拜堂的建堂，到今仔日，阮除了少年历代信仰的前辈因所留好的脚迹以外，阮应该搁较拍拼，为着你福音，伫这个社区甲阮身躯身边的人，搁来传福音。求主你的圣神也亲自临在伫今仔日的礼拜甲今仔日所要举行的好会。阮今仔日的敬拜，互阮所要做、所要行的、甲所要讲的，拢会通合主你的旨意。阮安尼祈祷，拢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煞接圣歌队要来赞美，因所要唱的歌是《乌老无煞》。
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第一位以赛亚书第44章第1节。以赛亚44章第1节到第6节，我来读。我的罗卜雅各，我所敬的以色列啦，今你着听，造成你搁对胎儿造就你，也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安尼讲：我的罗卜雅各，我所敬的亚述伦啊，毋免惊，因为我要将水摒互喙焦的人，将河水灌压大地。我要将我的神降落伫你的户下，将我的福气降落伫你的子孙。因要发生伫草中，亲像溪边的柳树。迄个要讲，我是属耶和华的；迄个要用雅各的名家己称，搁即个要亲手写，归伫耶和华的，也要用以色列的名家己称。耶和华以色列的王，救赎的主。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我是起头的，我是落尾的，我以外无有上帝。第2位伫新约罗马人书，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罗马人书12章第1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无伫甲即世间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3节，因为我对所互我的恩，甲恁中间逐人讲，恁所想来创造家己，毋通搬过伫应该想的。有想着安分来想，照上帝所赏赐逐人的信的分量。因为亲像咱一身百体，若是百体的功用无拢相同，安尼咱侪人踮伫基督做一身，遮三共做体，咱照所互咱的恩已经得到恩赐，阁无相同。或是做先知，就着照神的分量来讲；或是办代志，就旨意伫办代志；或是教示人的，就旨意伫教示；或是劝勉的，就旨意伫劝勉；救助的，就用实心；治理的，就用温群；怜悯的，就用欢喜。圣经以上。煞接讲到今日。张牧师要讲的题目是献身做活祭。今仔日咱伫以赛亚44章有一个可能大家较生疏的名词，叫做亚述伦吼。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甲伊的百姓讲：你是我的罗卜雅各，是我所敬的以色列。恁着听，因为造成恁。也对天呢就造就你，帮助你的耶和华安尼讲：我的罗卜雅各，我所敬的亚述伦啊，毋免惊。然后后来到第3节到第6节是真侪祝福的话。亚述伦到底是甚物？亚述伦毋是一个地号名啦吼，是一个昵称吼。亲像有个人甲伊的牵手。甲伊叫汉尼啦，叫什么迄种昵称伫圣经中，亚述伦拢出现4摆，除了以赛亚1摆以外，3摆拢伫申命记。我想咱小可知影讲，上帝是安那称以色列做亚述伦。32章15节，迄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指责吼。伊讲亚述伦，你肥就鸭吧，这翻译足趣味吼。你已经肥，还佫大粒，肉真朴，伊就离开创造伊的上帝，看轻伊的石盘。所以，这个摩西是甲以色列百姓讲，上帝安尼看恁，恁家已经真丰盛已经真有用所以你就看轻创造你的上帝。第2位也是33章申命记，
伊讲百姓会领受以色列政治派，恁三甲自治的时，就爱尊上帝，尊上帝伫以色列伫亚述伦做王，上帝是恁的王。33章263讲亚述伦无亲像上帝，就是意思讲以色列伫世间无有亲像上帝，伊坐伫天来帮助你，坐伫穹苍显明伊的荣光。所以咱知影亚述伦就是以色列上帝互伊一个绰号，互伊一个通过即种的称呼来表明上帝对以色列的期待。原文意思是讲，你爱成做一个正直、正义的人。即个中间鼓励讲，伫恁的社会中间爱有正直，恁做人嘛都爱有正义。伊也表达出即个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疼。我望恁尊我做王，尊我做创造恁的上帝是恁的石盘。所以咱后壁读来讲。上帝望每一个以色列百姓，伊的选民拢会通来夸口讲：我是属于耶和华的，我是上帝的百姓。我是以色列人来做公营。所以咱读到第5节的时阵，这是上帝对伊的百姓的期待。所有的百姓拢会通讲：我掠做我是属于耶和华来做公营。最近咱台湾真侪遮地方的首长，也拢会用即种的讲法。我高雄我骄傲，我屏东我骄傲，就是讲我属伫即个地区，我属伫即个我感觉迄个归属感，我用我的故乡，用我的上帝做骄傲。所以迄个用雅各的名家己称，即个亲手写，我是属伫耶和华的。这个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期待，也是上帝对咱今仔日正人的期待。我是属于上帝的，我掠伊做我的王，做我的主。咱三个来祈祷。主，阮亲像今仔日诗班所吟的诗歌，一生来学乐，献伫主的面前。阮空空的手来到这个世间，阮毋知是甚物款奥妙的旨意。你互阮出世伫台湾，伫即个世代，阮实在爱感谢，伫阮的年代中间无有真大的战争，总是阮的年日嘛经过侪的挑战，主阮经过经济的崩溃，阮经历过白色的恐怖，阮经历过侪遮破病也是拄着艰难困苦。总是今仔日，你也留阮的活命。当阮回头看阮今仔日所拥有的，阮抹出来的感谢，是你的恩典，互阮活伫即个世间，是上帝你的疼痛，互阮有迄个能力通面对一切的挑战。主外在环境一再来提醒阮是何等的软弱。特别即个 COVID-19 2年来，阮日日望会通病毒紧消散，总是到今仔日虽然真侪国家开始解封，总是迄个惊吓并无消退。为着经济发展，全世界势必无法度通继续永远用隔离、用封国来限制人的行动。主，恳求你听阮的祈祷，望即个瘟疫会通真紧来离开阮。阮虽然知影要搁倒转去过去的生活已经真无可能，总是阮会通甲即个瘟疫共存，也会通无受即个瘟疫的残害。阮特别为着伫俄罗斯甲乌克兰的危机来祈祷。看见10几万的军队伫遐布阵要开战，阮知影战争的恐怖，特别人的武器发展到遐尼厉害。如果战争发生，偌侪人流离失所，丧失性命，主阮恳求，或者外交的努力会通看见
迄个效果。特别阮也身处伫即个战争的边缘，阮虽然有台湾海峡的三隔离，总是威胁，迄个惊吓嘛是抑阁真大。恳求你帮咱，互阮无拄着战争，互阮无伫即个艰难困苦的中间，因为阮知阮实在是爱伫上帝面前认罪，阮无互上帝欢喜。恳求主你保守阮的国家，保守阮的家庭，也保守阮家己。阮伫世间是暂时，总是伫阮所存伫世间的日子，求你互阮用感谢、懊恼、甲交托的信心，望主你保守阮一世人的道路来懊恼主，直到阮到主的面前领受迄个永远的活命。今仔日阮即个大家庭三甲伫遮来敬拜，也三甲伫遮来回顾过去你对阮的带领。愿主你的神伫阮的会中设立宝座，也欢喜来接纳阮今仔日敬拜，做芳的祭，得到你的欢喜。基督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转来了后，有感觉讲，可能也有世代差异，所以有一寡话人咧讲，我无啥知影意思。譬如讲，迄个人很机车，到底机车是啥物意思？机车要安怎甲迄个人的性格来连接在一起？问来问去，听伊讲是安尼，我毋知影这对啊毋对啦。讲迄个人就是真旧毛啦，问题诚多啦，念伊这念伊迄，真歹斗阵啦吼，很不上道安尼，迄种意思是毋是安尼？看来较少年的才小可甲我指正一下，那个人很机车是负面的嘛吼，算是负面的，不是正面讲迄个人。迄个马达很强，迄种意思嘛吼，应该是真机车是歹的啦吼。抑个一个你毋知捌听过，嘛最近才听到讲那一个人你是前庭哦，那个人很前庭，而且这到底什么意思？最近才听到，听讲迄个人真无水准啦，在水准之下啦，在水准之下所以。很前庭，你很前庭嘞吼，你现在大概拢少年人啦吼，很会去用迄个意思。当然时代咧变，足侪话语嘛，一直拢有咧改变。有时咱用英语甲做伙讲call me 吼 ，call 我啦，你 call 我啦吼，你 email 给我，还是讲 text 我，line 啦吼，用 line。这 line 这个一个笑话，毋知你捌听过无？迄高中。学生甲因妈妈讲，我明仔载无时间通去守学号，你甲我摕去守我的学号了。老爸老母较侪岁都袂记，去到守学号遐才讲，到底是要守名，搭左边搭右边，是要你的学号是几号是安怎守较好势？所以敲电话去互因囝，因查某囝。甲讲到底左边遐是要守什么安尼？因为你要上课因囝是讲你哪遮啰嗦啦？打赖给我啦妈，我甲因老母讲，你用赖，莫阁用这电话安尼迄落吼。过顿工伊摕到伊的制服，左边是打赖啦妈，打赖啦妈。这人笑话啦吼，我想是袂发生这个代志。我想迄个语言。随着时代、社会甲背景的改变，譬如讲“济”这个字，“济”这个字伫咱这个时代，现济，伫台湾的社会，甲其他的社会可能迄个意义都无讲真同。济对即马咱活伫新的时代，甲旧约的时代，迄个意义。可能也无真相像，特别迄天我听报纸咧讲，台湾人真爱用即个脑吼，好吃的什么水果，迄个脑讲乌白用啦吼，知影日本话人讲即个脑，即个安尼迄个字毋是讲倒安尼就听好用，逐个拢凊彩用咧。台湾用即个字嘛，用了真通俗化去吼。譬如讲，我最近就看到。报纸凊彩找着讲樱花季
吼，咱就听讲即马阳明山樱花季要开始啊，祭为当时到当时，妈祖有一个什物文化祭什物祭最近政府开放迄个日本的食品，祭出3原则，3个配套，但无卵通买，所以为南部的卵送来到遮，遮个店就讲你来买啥物，才会通教你卖卵。祭出限购令，你一个人会通买几盒？祭，即个字定定出来。所以伫台湾来讲，即个祭即个字，已经是通俗化，变做讲，咱会甲想做祭甲一个庆典，一个活动，我著办一个活动安尼，甲伊当做一个热闹的气氛也好，是讲一个规定真慎重，我祭出即种的措施互恁逐个人爱去遵守，这是咱通俗用法通俗用法就有失落迄个祭原本的意义。祭咱知影原本的意义就是拜，大部分咱用祭这个字，是对比咱搁较悬的存在。咱会用这个字，咱普通的人袂彼此中间袂用这个字，所以若照迄个字典的解说，这是咧对上帝，也是对祖先，也是讲对伫一个已经过身的人，公祭等等咧用的字，所以祭毋是彼此中间咧用的，毋是咱人活地人咧用的，是伫进行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是一个动作。所以咱会通看见，若照字典的解释，祭大概你若做动词来用有3项，一个就是祭祀啦吼。咱读过《伦理》，孔子讲：你咧祭，你咧拜上帝，你爱当作他就在你面前，祭神如神在，这是祭祀。我伫伊的面前，若对以色列因对上帝了解，我是爱袅袅出来。我要献祭的时阵，伊是遐尼大的存在，伊是遐尼圣洁，我是遮尼卑微。亲像咱去见一个总统，你去见一个比咱搁较悬的人，咱都皮皮出，何况你伫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一个是爱拜鬼神方面。咱第2项。迄个字典咧解说讲啦，做动词来用是对死者咱拢有诶祭祖有时即个拜祖先所以有即个对伫尊重咱诶先辈，也是过身诶人一种诶对思，一种诶孝念。当然你若看武侠小说，嘛会讲到即个祭。即个你看迄个《封神榜》讲他就祭出迄个捆仙绳。我就放出我迄个甲仙会通困起来的绳甲伊抓起来，祭出真慎重来使用。我是念咒来做法宝。若是名词来讲，这是一种仪式。咱知影，伫国家大概伫军人节有秋季伫忠烈祠都有这种仪式，真慎重来。纪念这为着国家牺牲因性命的人，所以这咱来甲回归到原始的意义的时阵，咱来知影至少几项代志，心中有对象。我要献祭，我有一个对象，毋是一个空虚的东西，我有一个对象。不管你是信佛教的、信上帝，还是我心中有一个祖先，有一个类似。第2个身体有动作。这毋是干那放伫心内，是有一个动作，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有一个仪式，有目的。我献这个祭，为着要孝念，为着要尊重，为着要亲近，所以我来做这个动作。所以，咱倒转来，今仔日我的题目是献身做活祭，心态上是敬虔的，毋是凊凊彩彩。
我是真慎重的，我知影我即马咧面对的是甚物款的存在，动作是小心翼翼的。今仔日咱来做礼拜，咱讲望阮的礼拜亲像芳芳的祭，互你欢喜。所以咱的动作、咱的心态，拢是战战兢兢、规规矩矩，真清楚。我即摆是徛伫上帝面前的，所以这是根据祭的定义。虽然今仔日咱已经活伫新约的时代，总是咱知影伫旧约的圣经内底利未记，伊上帝通过摩西教示伊咧以色列百姓，你毋是清清彩彩来到上帝面前呢？你爱有一寡行为，你爱做一寡动作。所以利未记，你若去读利未记，大家读到感觉真无聊，感觉呀，总是迄个就是当时上帝对因的规定。你要来亲近主，你为着什么上帝？为着什么目的要来亲近主？拢爱献无共款的祭。有5个祭，伫利未记。特别咱若有机会，你好啊起来读，当时的人要亲近上帝是遮尔啊困难。第一个是烧祭，这也是上重要的祭。第二个祭叫做素祭，素祭都毋是用动物啦，是用其他的这植物。第三个祭是平安祭，第四个是赎罪祭。我定定会甲赎罪祭、甲烧祭甲伊教混。后来我才知影，烧祭比赎罪祭，这看来爱解说，佫较重要。第5是宝贵式的祭，宝贵式的祭，5个祭。咱来小介绍旧约这5个祭，伊的意义甲伊的动作。第一个是烧祭，主要烧祭的目的是要恢复上帝甲人的关系。咱拢知影，伫摩西带这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后，上帝要甲伊的百姓三亲爱有一个所在，有一个空间，所以伊就建立一个会幕。互人来亲近伊，你会通伫会幕内底来献祭。所以咱看旧约中间，伫会幕的外口有足侪只祭坛等等，互人来亲近伊。总是你毋是两手空空，我就行入去会幕就听好敬拜，你爱献祭，因为人犯罪，上帝圣洁的上帝，伊无法度通接纳人用罪的身份来亲近伊。所以你爱有动物的牺牲，这事实上，这个是较属伫赎罪祭。你都爱抬牛、羊伊有一个规定，用什么款的方式，然后来到上帝面前，甲规只牛、规只羊拢烧了，用安尼来赎我的罪，我要来亲近上帝。那安尼，因为你的罪已经有这个动物替你牺牲。所以你的关系，你才会通有迄个资格通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你若读利未记第1章头前才拢讲迄5个祭，到第6章的第8节到13节，伊就讲祭司你若要行烧祭，你爱安怎做安怎做。我用简单伫网络上摕2个图，比如讲这真远啦吼，你要烧祭时，祭司都爱甲迄个动物，为着你赎罪迄个动物，甲换手。伫伊的头壳顶，然后才抬，甲即只牛也好，羊也好，还是即个绵羊、山羊，甲伊的血所流的血压伫祭坛的四周围，然后你安那剥皮，你都爱安那甲伊切做几块，安那伫迄个祭坛旁顶甲烧，烧甲了，袂当有剩，烧甲了，即个就是烧祭。就是有罪人要亲近上帝，有动物为着你来赎罪来牺牲，然后你才会通亲近上帝。这是第一个烧祭。第2个祭叫做素祭，这嘛是要献予上帝。原文的意思实在是供物啦吼。咱读过历史拢知影，以前2个国家若相战，若输的，甲人定一个条约和解。我就开放淡水，我就开放天津，我就开放我逐年偌侪钱互你，爱纳那个贡物来表示讲我臣服在你的底下。所以
素质是上帝伫西奈山甲以色列百姓立约，所以这百姓是伫迄约的约束内底，主要是迄面粉，毋是精生的，迄是为着你赎罪的。所以你若读利未记2章13节讲，你献这素质，素质毋是讲即个食菜的人，所以是无食动物，所以用素质，嘛毋是讲我负担袂起牛羊啥，是代表我甲上帝有约的关系。利未记2章13节讲素质特别爱野盐，当时盐是会通防腐的作用，互物件搁较久。伊咧意味着讲，你甲上帝立的约，永远拢袂损害。所以第二个字素质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你是甲上帝有立约的关系的，你是臣服于神，所以你爱献这个素质。第三个字叫平安祭，平安祭是你头前两个祭献了后，第三个祭上帝爱人甲人的中间也和好，迄个叫做平安祭。平安祭，当你甲上帝和好了后，你爱去甲人的和好。这个祭真特别，头前两个祭拢爱完全归于耶和华，总是平安祭，是献祭人会通甲你献的祭物，甲你的朋友三甲分享的一个祭。我摕这个平安祭来献了的时阵，就会通甲你的朋友三甲来享受，是唯一会通表明人甲人的和好，亲像咱今仔日的爱餐一样。所以英语甲这个字翻译做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人甲人中间的和好，毋是干甲上帝和好了，人甲人中间也和好。第四个字叫做赎罪祭，其实有圣经学者讲，这个祭应该甲翻译做洁净祭，搁较适当吼。当然人毋是故意，所以无意中你会去拍拉散你家己，特别伫旧约的中间，你若去望到尸体，是讲妇人人伫经期的中间，等等这个代志，可能都无清气，无清气了，你就爱有献迄个洁净礼，迄个洁净礼，咱个叫做赎罪祭。所以你若无意中去做这个代志的时阵，耶稣的学生嘛，捌去互讲，为什么恁学生食饭的时阵无行洁净礼？因伫迄个中间，迄个洁净礼可能较简单的一个赎罪祭。最后一个祭叫做宝贵日的祭，这个就一点法律的意义伫内底吼。咱去过失杀人、出车祸你有过失，所以这个祭中间就是补偿的，因为我的错误、我的失错，互对方受到损失，我赔你，我赔你偌济钱，以外，讲你都爱搁加迄个少额的1/5。一方面有一点惩罚的意味啦，你爱补伊，毋是干那无一个损失，伊可能精神的损失，所以你加1/5。另外的补偿金，这叫做宝贵日祭。所以咱看见利未的5个祭，通过摩西予因的，大概就是强调几项代志，咱特别知影。第一个就是上帝是公义的，毋是人凊彩就会通就近的。你爱用献祭的精神，知影伊是对公义，伊对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也真注重，伊对罪的厌恶。所以伫迄个所在看见伊是圣洁的。你要来，你爱准备这个动作，你爱有遐个仪式，你爱有遐个献祭的行为，甲上帝来和好，也爱甲人和好。也是需要信仰群体的生活，所以咱到旧约的中间，咱看到耶稣的时代，伊也搁咧守这个祭。到新约的时代，咱差不多这以前的规定，咱
会通讲无咧遵守啊吼，因为咱讲主耶稣已经满足这5个罪的精神。希伯来书10章11节希伯来伊定定用旧约的精神甲耶稣新约的精神咧做对照。希伯来书的作者咧讲，你看咱以前祭司，逐日徛在咧服侍，咱常常会犯错嘛，咱常常有足侪这上帝无欢喜的罪恶伫咱的心内，所以豆拢逐工都爱献，逐工拢都爱献。总是今仔日献了，明仔载嘛佫犯着，永远袂去，永远一概拄起咱的罪。所以基督既然献一个罪，就到永远。这个基督毋若是咱的大祭司，也是咱的祭物。所以你若读希伯来书，小可了解旧约的精神的时，你就读较会清楚。希伯来书9章11节、12节，伊讲：当基督已经到。将这个好事做将来这个好事的祭司头，较昭全的会幕，因为咱毋免去到圣殿，毋免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你嘛毋免一定来到拜堂。伊伫逐所在，毋是人的手所起做的，嘛毋是属于即个世间的。你今仔日毋免用羊用牛的血来为着家己的罪，用这这精神来替我赎罪。耶稣用伊家己本身做咱的祭物，用家己的血立圣所。希伯来书讲，一摆就到了。2000年前，伊伫十字架顶为着咱献的祭已经到了，你就会通永远得到赎回。所以今日咱来到教会，无特别叫你讲爱伫拜堂外口抬羊抬牛，还是讲你在做甚物款的动作。总迄个精神，咱毋通无去。伫到新约的时代，你若用圣经的网站甲找迄个祭，虽然咱毋免用这个素祭、平安祭，还是这个赎罪祭、这个烧祭这个物件，伫新约的中间，伊爱咱献无共款的祭。有真侪所在你找着，我举几个圣经互恁找。有数第5章第20节讲：恁爱并疼心来行代志。我咧待人处事，我会定定伫我的心是用疼，亲像基督疼咱，为咱放杀家己。你用疼心行代志去对人，这就会当成做芳的公务甲祭物来献予上帝。保罗甲腓立比教会讲。恁的信心是我献予上帝的祭物，所以咱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息重视，我们焦点在其上。这个是我会通将恁的信心伫上帝面前来献上感谢的祭。希伯来书13章15节、16节，这是敢若几项尔。伊讲恁着靠耶稣，定定用恶乐做祭。所以，咱的敬拜团、咱的献歌队实在是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因逐工拢用，逐礼拜拢有机会用俄乐做祭。当然，咱家己免唱出来，咱家己伫厝呢，用感谢上帝，用俄乐做祭献予上帝。这是迄个圣灵主的名，我是属伫以色列，我属伫耶和华的人喙唇的果子。然后伊继续讲，毋通袂记咧行好，甲真济才会事。因为这种的祭是上帝所欢喜的，咱所做每一个好事，会通诚做献予上帝的祭。所以今仔日咱讲献身做活祭，就是已经将咱家己本身，毋是借着遐牛羊其他的身外之物，是用咱家己本身来献伫主的面前，将家己本身做做活祭。像咱所读的圣经有几啊项，第一，咱定咧读迄个诗篇51篇，忧伤痛悔的心，上帝无看轻。伊毋是爱你的什物祭物，伊爱你会定定为着家己的不足、家己的毋对忧伤痛悔。这个祭是上帝所欢喜的。头先咱读，恁的疼心、信心、恶乐、
行为，拢会通诚做献互上帝的祭。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今仔日咱的献祭，就毋是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用什么款的方式，而是你逐天的生活，你心中对上帝的信心、对人的疼心、对将来永远的画面的愿望，这拢是咱会通献互上帝的祭。所以今仔日用罗马书12章第1节甲第2节来甲咱勉励，伊讲献家己的身躯做者，活的，每天献上活祭，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诚做活者献互上帝，意思就是定定省察家己的心。箴言讲，将你的心献互上帝，将你的心定定甲上帝放伫重要的位置。伫迄个所在来思考，伊爱我安怎行，爱安怎去面对即摆即个状态，爱我安怎去面对这个条件。嘛知影讲，今仔日你毋是属伫你家己，主耶稣基督赎回咱，担过咧活，毋是我，是主伫我的内底伫活。若用保罗的话讲，你就是上帝的圣殿。咱伫咱逐天的生活，我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伫逐天的生活的中间，伊要伫即个中间得到感谢懊恼，得到我献的祭，也诚做好的器具。献身做活祭，就是将你的身心灵伫主的面前摆列。咱要摆列的时阵，就几项第一个就是讲圣洁。他虽然咧讲遐个祭，拢甲上帝公义圣洁离不了关系。若无圣洁，即个祭袂得到悦纳。所以咱的生活，咱爱家己本身追求圣洁的生活。咱的敏感，今仔日咱12章第2节讲，咱心智定定爱变化家己。咱逐工报纸显开，世俗有足侪价值观互咱。到底这是有下伫上帝旨意也无？到底我的心智是毋是被同化伫即个社会的价值观内底？我都爱定定去追求讲，上帝你伫即个时阵，伫即个所在，对这项代志，我应该用什么款的角度、心态来看？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这是咱需要去追求的。然后咱爱尽忠。所要求的关键就是尽忠，所以今日咱佫倒转来以赛亚，这毋是干那靠咱家己。以赛亚44章第2节到第5节，伊就咧讲，我要将我的神降落伫你甲你的户的，我要将福气，将迄个有法度过一个献身做活祭生活的能力来享受伫你的面前，互咱毋是干那靠咱的意志。靠咱家己是上帝的圣神，要伫咱的中间帮助咱，互咱伫世间所存，不管存偌久，咱会通甲上帝讲，我的性命是献互你，诚做活祭的。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开好会，伫今年我设即个标语，用即个圣经罗马书12章第1节甲第2节。诚做咱做伙同行天路，上帝来永远咱伫2022年，咱定定甲即句话记伫心内是：我日日甲上帝三角行，天天献身做活祭。这也已经印伫咱的周报的首页，日日与上帝同行，天天献身做活祭。用罗马书12章1节甲第2节。来做咱彼此的勉励，咱来读2解好无？2解，将即个做咱的日志，做咱的目标。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活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
无得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罗马书12章1节到第25万，今年中间咱定定甲即个圣经记牢伫咱心内。咱搁一解，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活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服侍，无得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望这诚做咱努力的目标，做伙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即个活命。也阮感谢你，互阮活伫新约的时代。要来亲近上帝，毋是亲像旧约爱守遮尔多限制的条例，来表明有精心替阮赎罪，来表明阮是属伫主上帝甲你有立约关系的，来表明阮也愿意甲其他的兄弟姊妹和好，来表明阮会失错，阮需要得到洁净。阮定定爱去补偿，互阮得罪人所受的损害。主今仔日才会坐已经伫上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顶替阮来付出，一摆就到业，诚做永远的祭司。若是安尼，阮伫新的时代，也是爱阮将阮家己本身献做祭，求你时常用圣神照你所应允的。赏赐伫阮心内，互阮定定会省察阮家己，互阮知影什么是上帝善良、顺全、通欢喜的旨意，也互阮有能力来活出迄种的生命。阮献身做活祭，来荣光上帝，来利益人。主，阮愿意安尼来勉励，来彼此三款面，求你来帮助阮。日日甲上帝你相同行，天天献身来做活祭，以祷告耶稣的名，阿门。请三甲过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300首。请咱起立，圣诗300首。我
奉献。我请倪正雅执事、叶弘一执事。奉献感谢，请起立。咱煞接，等下就要开始举行今仔日好会吼。我真简单来报告吼。第一，欢迎今仔日大家来礼拜，等下好会请咱老婆特别是会员。咱即个好会结束伫楼骹有一个人会分2粒肉粽吼，国小2年级以下1粒，咱服务组会伫下骹分互咱吼。第二项就是即个。咱团导组对明仔载开始吼，到个月进程，这2个月时间是即个列王记上下卷的即个研读吼，所以咱看这内容，咱家己看。第3拄更小组下礼拜5要开会。第4，即个马街宣告150周年，甲落去迄个咱家己70周年的特刊的迄个内容吼，这拢要时间性，所以咱家己看就会使。团结消息，妇女团结即礼拜5有要请即个叶弘一执事吼，叶弘一医师来专讲吼，女性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欢迎咱其他妇女团结以外嘛会当来听吼。拜5，即个拜5早起10点45到12点。具体真恭喜吼，即个刘兆宏执事第2后生吼，刘廷伟、于玉婷夫妇已经伫2月14有。一个查甫囝、查甫孙吼，名号是刘燕珍，恭喜。社区的部分吼，咱对3月开始，即个长兴乐活站甲手机班吼，拢手机班已经满啦吼，咱长兴乐活站也会当报名吼，咱3月拢开始开班吼。好，报告以上。即个咱好会点名已经伫我手，我书记来报告吼。咱会员有312个，咱过半，咱扣掉即个不可抗力，甲有请假的、请病假的吼，拢总有48名，所以应该264名的过半吼，爱有133个，咱就升会。咱点名，咱早起安尼点名，到即摆已经升会，咱已经有150名吼，已经超过啊吼，真感谢。所以咱今仔日。好会要对即摆开始盛会，咱将时间来交予议长张牧师。
多谢咱大家吼，天气真冷啊，搁疫情的中间，啊有一点仔烦恼讲，咱会员是毋是会到教吼？多谢咱大家今日半工来参加，咱做伙来祈祷，来开始今日好会。因为上帝，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这2年伫疫情的影响下面，真侪代志，阮无法度通照阮所计划的安尼来进行，安尼来行。总是虽然是安尼，阮犹原看见上帝你恩典的手，一步一步来引带，伫阮即个大家庭，也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中间真感谢，也无人因为 COVID-19 来受到真大的损害。虽然伫生活上、伫经济上检测有人受到影响，阮感谢你，你的家无欠缺，兄弟姊妹大家三关心，做伙来行天路，经过这1年的中间，阮看见今仔日要伫遮来开家族会议，三甲来看即个家伫什么所在有破缺，什么所在。阮会通感谢，搁来加强的，求你的圣神伫阮中间帮助阮，互阮搁较听上帝，又搁较听即个心灵的家。今仔日无伫阮中间的兄弟，特别是年纪真大，身体欠安、久长倒伫病床的阮的兄弟，祝阮真少年因，求你也甲因三甲一个，阮将即个会仰望伫上帝同在甲祝福。愿你听阮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门。咱今仔日真紧吼，咱真多谢即个咱的办公室足辛苦，因头一礼拜久，大家毋知有摕到咱的好会手册。如果你若无，请你举手一下吼。不管是毋是会员，咱拢欢迎啦吼，因为你拢伫遮做礼拜，所以若无摕到这，请咱报一下吼。我小可介绍一下，有一寡人对教会的行程也毋是真清楚吼。所以伫咱今日周报内底，你有看见即个周报内底长老教会的行政法有特别规定，就是讲咱1年至少爱有一届的会员大会，伫迄个所在来对每一个兄弟姊妹报告过去这1年中间咱教会所做的代志，咱的经济情形，咱有啥物款各团契的情形，所以即个是咱逐个人的代志，咱真感谢今仔日。会通盛会，我先请咱大家看第2页、第3页，就是咱即马，咱教会事实上，积伫咱教会毋若312个啦吼，有足侪已经出国去，伊积也囥伫咱，所以迄叫做 unactive 吼，非活动会员，有的人已经1年、2年拢无伫咱的教会出现，有的破病、有的等等，所以312个是咱活动会员。就是种拢伫这1年中间，咱拢有来伫教会咧出入，咱拢知影。所以我要请咱，如果你的会员籍还未转来咱们教会，真简单一个手续，你若已经洗礼，会通为其他的教会转来遮，就诚做咱的会员吼。如果你还未洗礼，毋茫你考虑讲我洗礼，洗礼伫咱们教会就诚做咱们教会的活动会员。检测教会有甲你闹交去，请你犹原小注意一下。如果若甲我闹交去，我都接伫咱们教会，咱无甲我写出来，所以请你小可看一下吼。这是第2页、第3页。过落去咱盛会了后，我想第一项代志就是咱今年的目标，头先我已经有甲大家讲了。毋茫咱用罗马书12章来努力。过去1年，虽然咱为5月吼疫情3级，咱有超2-3个月无实体礼拜，总是阮小会也真 surprise 吼，大家听上帝听咱们教会咱过去1年久，特别是经济上，不但无欠缺，阁超出咱原来预算。咱真感谢去年会员大会有选出博华甲陈培豪律师来做咱代表咱会员来检绍吼。所以我先请，毋知博华有伫遮无？是陈律师有关系你检绍，要甲大家会员小报告一下无？较定，如果你若有报告事项的同工，也是团结会长，如果来一个较头前，咱会较减少一寡时间吼。
咱先请迄个检校委员吼，迄个陈律师来甲咱报告伊看咱教会小的情形。牧师，各位长职、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2021年检校委员，我是陈培和报告。这个2021年吼，全年1月到12月，每一个月这个校谱，我甲迄个林宝华弟兄吼，阮拢有翕对啦。伊先看，我才看第2遍吼。其中有是迄个来保证吼，一寡签名的所在，也是讲收据爱搁补起。但是这个数额的收支吼，拢真正确啊吼。阮两个拢有看过，拢有翕对过。所以以上甲大家报告，感谢大家。多谢陈医师。我来到南门教才知影讲吼，咱的会计详细到什么程度呢？咱有时爱电话吼，10块银去银行吼，10块银电话去互台南新行银行，10块银你都爱写单来申请。所以非常的清楚，因吼做甲足详细的，加开什么，加开什么，每一张都有经过审核甲迄落。恁真多谢保法甲批校商吼，替教会甲看这个校。迄个校务的问题，咱最后咱再来，互大家小知影咱教会经济情形。即是咱着照咱的事工报告，安尼一直落去好无？咱真紧一项来。小会要请书记小可讲一下吼，真简单，互伊过去安尼来迄落。咱共款吼，咱小会就是有9位长老、2位牧师所组成吼，这个是咱的小会伊长老教会制度就是用小会来治会啦吼，甲牧师长老甲牧师做阵来治会。咱旧年度因为拄疫情的关系，有2、3摆拢用这个头一摆吼，用视讯会议开吼，嘛拢真顺遂吼。多谢咱若有啥物对小会这个报告上拢写甲真清楚，伫这个所在对15面开始到17面吼，就是小会旧年开会的即个内容吼，较重要的迄个有写伫顶头，请咱家己来读就会使。好，我是小会书记吴中央长老。小会的会议记录较重要记述伫15页到17页中间吼，咱头2个月就有一届的即个小会来看教会即个大细项代志，来决定即个大细项代志吼。实际我伫这小会以前，我是先互咱大家。乌不乌来看即个教会目前的情形，咱看12页好无？咱即马咱爱知影咱的长老9名，拢男性啦吼。后摆有一寡女性的长老，执事14名，咱中七会拢总有23、12页的所在。咱的陪参会员等遮的吼，这咱拢爱报去总会遐。咱旧年。洗礼3名，更新的无，小李洗礼4个，咱会员籍转出，这拢写伫遮。咱旧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毋过甲平均起来，咱第一场华语的礼拜差不多有54个，第2场的礼拜156，因为这种有受到疫情的关系，各团结的人数大概是安尼。咱过去1年久即个结婚是2022才对啦吼。1月15有迄结婚式旧年咱就无啥物迄落，咱有几个兄弟过身吼，是拢写伫遮。总是咱真感谢，伫咧少子化的时阵，咱增产报国，伫生产的部分加足侪美丽吼，来出世吼，咱真欢喜。这就是咱目前教会的即个情形吼。14页就是代表咱教会出去吼，我是小会议长吼，张牧师、教育牧师、书记等等迄个9位长老拢负责无共款的事工吼。即马财务组是进攻长老咧负责吼，特别即财务方面会真无用，剩诶有即个社宣啦吼，也是总务啦，也是教育啦，也是传道吼，咱各组拢有遮长老咧负责，可能会报告吼。
主任成人主任少气等等者，有行政干事，咱也有一个事务干事，就即个互咱知影即个代志。好，小会了，毋知过落去咱来看，过落去是中执会是毋是？下要下一个要报告的人，请先来头前一下吼。各组的报告吼，是个各组毋知有迄个财务组，咱最后放在最后啦吼。财务组较有一寡有选决选的决定，其他毋知教育组也是即个传道组，传道组去年疫情中间咱开始推动，头先有讲到吼。我咧顺续小预告一下，明仔载开始，即个《列王纪》上下的灵修默想，你若即两天你拢会去收到教会的邀请，你爱甲回复讲我要参加，安尼可能因为可能佫几工阮都无佫邀请啊。以前咱老实讲吼，去年咱逐工发200几封出去。总是统计起来，真正参加超60个人左右尔。有时候觉得讲若无要参加，咱逐工安尼送，嘛造成不参加的人的困扰。要参加的人，你若甲迄个点一下，你去写你的名，我要参加。即届你才会收到《列王纪》上下的灵修默想的视讯，每天早上6点，你会收到迄连结。你要上班的时阵，通听一下吼，安尼超15分钟内底。所以，如果你还未报名，你 QR code 伫咱的周报内底已经有吼，然后你收到邀请的时阵，你干那甲点一个，甲写一个吼，我某人参加你从明天开始，你就会收到《列王纪》上下的灵修默想。这个《列王纪》是你知影，咱拢敢知影。大笔所罗门，过落去这王你拢毋捌啊！你这王若毋捌的时阵，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你要读以赛亚，过落去这先知册有一点就较困难，所以咱就先倒较简单迄个列王上下卷，刚咧讲故事咧，即个王安那，所以咱到4月13，超2个月久，咱要读这吼。好，安尼咱就毋望咱大家参加即个。好各组有需要报告无？写清迄个毋是迄个啥物研发处也是各方面。若无咱真紧落去好无？中执会有报告无？因为这拢伫县顶啦吼。我毋是讲你今仔日了，你就袂当问吼。咱倒转去了，你若读咧，我今日才摕到，你叫我安尼看，我要知影问啥问题？你随时，因为长老教会是第2制度。如果你感觉讲这写毋对，说安那？ anytime， 你甲咱的中执讲，阮伫中执会会处理，嘛会甲你回答吼。好，过落去有报告无？我想咱为着时间的关系吼，成人治疗也好，儿童治疗、少年团契有特别需要来报告什么代志无？有需要报告，请你互我知影吼，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好来，请永庆来，永庆你代表什么？支持吼。好来，基督团契。 兄弟姐妹平安，平安。我是基督团契副会长陈永庆。今日要报告2022年度有定过月，我要加强信仰的操练，参与教会事工，有华语礼拜服侍，甲圣诞节表别，还有加强会友的连结，有定修会、家庭礼拜甲探访。 有一个叫新的聚会是亲子聚会，因为会友足侪有生囝甲结婚的，所以主办亲子聚会，邀请新婚夫妇甲新手的父母参加。会计以上大家过目。多谢，多谢。其实拄是咱中间阶段吼，囡仔即马需要有人照顾，咱会去设法这个代志吼。 其他各团契有需要特别讲的无？来，请妇女团契。请有要报告的先来楼骹吼。我是妇女团契吼，阮看49页吼，阮的聚会时间吼，应该是妇
女团客先过来才练雅音。阮最近有试看卖讲先练雅音，才来妇女团客。我即摆起来报告，就是要甲有一寡较年纪大吼，因的反应足强烈，讲要搁改倒转来啦吼。因为阮已经讲试看卖试3个月，所以阮应该会4月会改转来。请恁爱继续来参加哦吼，毋好将我受气歪来啊吼。我足烦恼的，我逐暗拢困袂去哦。搁有一点就是吼，阮妇女团客即摆立庆咧做北中妇女事工部的部长嘛吼，我做部员，所以阮足侪活动吼，即摆拢用咱南门教会，我起来就是要甲大家说多谢吼，两位牧师甲咱小会，甲咱大家拢有接纳管吼，互阮伫遮办活动加足方便，安尼谢谢。多谢。咱的会议拢足歹做啦吼，要招新的人来拢足困难，旧的佫甲威胁讲若无迄落，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吼，因为每一个决定拢有伊的原因。也先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雅音即摆会可能3月吼，会可能去咧5楼，咱5楼要买一台新的piano吼。5楼因迄旧的片咯，献歌队，所以后礼拜拜2就会车来吼，迄个片咯会加真好，咱有淘汰一个较旧的去吼，小会已经决定了，拜2会车来，所以到时看安怎调整，互大家较方便上重要吼。抑佫有需要报告的，请互我知影一下好无？有啥物特别需要？因为各团计我拢写甲，我看因大家拢真拼伫遐看因的会计吼，等遮，因为疫情的关系，旧年事实上足好做代志啦吼。来迄落，来祥恩少年团计吼，也是。大家好，我是少年团契会长陈向文。阮的辅导是接风技术加恩慈老师。阮平常时聚会时间是礼拜2早起10点半伫6楼。阮会邀请真侪分享，阁有诗歌甲乐团的练习。欢迎各位长辈，若是厝内有年岁差不多的少年，嘛通做伙来参加咱的聚会。阁较详细事项伫手册内底，多谢大家。多谢祥恩。咱的少年团契有迄落吼，有一寡即个管弦乐若有你囡仔，若有学生吼来参加咱少年团契，真好。10点半，礼拜日，敬拜团准备者吼，我特别迄个咱第45名吼，咱即个特别报告就是咱加一个团契，叫做敬拜团。咱即摆敬拜团对旧年开始，咱互伊成立，本来是做小师班吼，尾也有经过因开会，咱就正式的名，即个团契叫做敬拜团吼，成立因。这敬拜团就是主要是第1场，咱知影有当时来第2场唱迄个敬拜赞美迄个团吼，迄个团即摆已经有54个参加吼，所以这个是真好的团契，真新的团契，咱敬拜团开报告者。现在团契先等一下，45页。大家平安，我是敬拜团的团长胡匡瑞。我们敬拜团是主要负责第1场礼拜的华语的敬拜事工，那包括领唱，然后司琴、音控，还有各个乐手。我们大概总共全体的团员有大概50位。那另外我们也有跟就是少年学生的团契有合作，包括嘉宏执事跟恩慈老师带的敬拜少年团，还有怡如执事带的敬拜青年团。他们也是每一季会负责至少1次的这个华语礼拜的敬拜事工。那从去年开始，敬拜团也开始做台语的敬拜的服事。我们现在目前是规划每半年1次，就是在第2场礼拜有敬拜这样子。那未来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那今年度我们目前的目标还是希望可以再扩展我们的团员。我们目前最缺的就是贝斯手还有鼓手。然后另外还有音乐的那个音控的同工，包括直播啊，或者是调音响啊，然后这个
PPT 的呈现这样子。那也希望就是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加，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敬拜变得更有趣，让大家都可以来听上帝的福音。谢谢。多谢匡瑞。他们很认真在练习哈，有时候礼拜四晚上到10点、11点，然后底下在练那个敬拜团。来，大家平安，我是青年团契的会长恒安。然后我们在手册的第41页。那我们平常聚会的人数大约是8到10人左右。那契友主要都是大学生跟研究生居多。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些活动是没有办法完成。那今年开始，我们在教会也有一些服事，像是圣诞节的主持啊、华语礼拜敬拜跟台语礼拜的献诗。那也希望在暑假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出福音队。那我们还有办一些活动，像是生活营之类的。对，那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可以更认识上帝，还有增进彼此之间的情谊。那以上报告，谢谢大家。谢谢恒安。来，请助理了哈。我们主日学有一些新的做法啊，主日学很拼哈啊，做个较好啊，咱请校长赖玲玲来给咱报告一下。这平安哦，甲大家报告迄个内底无写，就阮今年3月开始吼，要做亲子礼拜吼。啊，啥物要做亲子礼拜，就是大家毋知有发现吼，咱囡仔若是若是咱做爸爸妈妈若是学龄前的囡仔，伊差不多有2年拢无落做礼拜，2年吼。除非讲有人甲照顾啦，照顾囡仔，所以阮咧想讲，因为阮咧幼稚园的家长拢伫咧1楼遐吼，其实真久长的时间拢无法度做礼拜，所以即马阮是参考别个教会的做法，因是甲有一个亲子礼拜，就是囡仔甲爸爸妈妈会当有一个一起吼，都斗阵做礼拜。啊，阮3月开始伫咧6、4楼有一个亲子礼拜，10点开始，啊欢迎。无真久无来做礼拜，迄个少年的爸爸妈妈会当带恁的囡仔来。啊，真感谢牧师吼，2位牧师拢要来甲阮主理，才有15分钟的短讲。吼，啊，阮10点开始有一个破冰，互大家熟悉。啊，过来是诗歌，啊，过来是就是牧师的迄个短讲。吼，啊，目前是安尼计划，啊，希望就是一寡较侪少年的、年轻的爸爸妈妈甲囡仔吼，拢会当来。咱有得较好的互动。啊，第2项，阮有一个改变，就是要鼓励囡仔读圣经啦吼。老实讲，大人要读圣经也无简单。啊，阮即马用一个新的教材。啊，重要的是，阮用一个奖金制度啦。奖金啦吼，因为这样骗囡仔拢无啥爱。啊，阮统计的结果，大家拢现金较好啦，因讲现金较实在啦。礼券拢爸爸妈妈摕去，啊，现金是我的，所以阮用现金。啊，鼓励因准时吼，10点准时吼。若是讲半年有20遍的准时10点来，伊就有500块，700块奖金啦吼，奖学金安尼。啊，自从阮有这个奖金制度了吼，我毋知影囡仔有哪，倒是讲我真爱现金哦。啊，大家拢要拼10点吼，花礼进来，今仔嘛是到一半囡仔拢伫咧10点以前9点外就来啊。我就甲爸爸妈妈恩赐的爸爸吼，真辛苦，讲足辛苦的呢。安尼9点外就爱出门吼，伊讲无要紧，因为伊爱载阿嬷来。吼是欢喜讲，虽然讲这是一个手段啦吼，阮是欢喜讲囡仔会当真欢喜做这个代志。啊，因咧写迄个灵修笔记吼，嘛愈写愈好。啊，其实看啊真感动。不然阮想讲，可能是应付啦吼。真是有写呢。所以我即摆老师较紧张，老师嘛爱加油赶上吼。啊，希望讲大家自细汉开始，咱就来读圣经，啊来亲近主，这是咱上好的宝贝，上有价值的礼物吼。啊，以上报告，多谢。多谢主日学校长老师的辛苦哈。所以3月第1礼拜10点就有迄个亲子礼拜哈。所以细汉囡仔甲爸爸妈妈做伙做一个礼拜伫4楼哈。啊，多谢辛苦。还佫有爱迄个报告的团契吗？幼稚园迄个杨园长，请你来报告一下哈。
杨园长吼，伫咱的南门幼儿园很久吼，甲咱的幼儿园也处理得真好。我们来知道讲咱的幼儿园即摆情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那个和会手册的64页有那个南门幼儿园的一些事项。这样就是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啊，所以就是5月中旬到7月底之间，我们有停课。然后是因为主管机关公布的，所以幼儿园有将近停课差不多快2个月的时间。在我们在停课期间，其实老师也没有闲着，反而更忙碌，因为家长在停课小朋友在家停课期间，其实我们老师也有就是在停课期间有备一些线上的一些教学资源有提供给家长这样子。然后为了避免就是说在这2个月当中，小朋友跟学校还有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是生疏。其实我们在每个礼拜5的晚上，老师都特别用线上的部分去跟小朋友做互动，还有跟家长之间有做一些交流。所以小朋友在疫情趋缓之后回到学校，其实大家也都是彼此蛮熟悉跟活络的。然后在3月的部分，因为回来的时候，我们有跟家长开一些家长会议的部分，其实家长也对学校的一些行政作业其实也都还蛮熟悉的。然后在7月，其实每年的7月底，南门幼儿园都会举办毕业典礼。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改为线上的部分，然后就是祝福这一些毕业生毕业这样子。然后其他事项的部分就是我本人有通过那个教师检定的部分，有拿到合格教师证。然后我们老师其实都会有陆续在持续进修的部分，像李义璇老师在今年他就是有考取那个幼教师资班，目前正在进修中。然后因为现在还在疫情的当中嘛，所以幼儿园其实也是有配合政府的政策，持续在做一些政策的配合，比方说防疫物资的补充啊，或是说小朋友跟家长他们进来学校的流程等措施这样子。然后当然在这之间，幼儿园其实流动率其实难免都还是会有一些职员或是老师的流动这样子，所以大致上目前幼儿园的状况就是以上报告完毕这样。多谢幼儿园吼。其他有佫需要报告无？咱长青乐活刚刚有讲吼，迄个手机班大概已经额满了吼，这每一期都30几个人，礼拜2早上伫地下室上课。长青乐活是礼拜4，礼拜4我们今天是写说，咱教会内底遐这你若要报名也会使吼。因为咱去上一期的疫情上一半了转停起来，所以他们当时交的钱就要挪到这一次的报名，一个重新报名，所以3月3号我们要开始长青乐活礼拜4早上的聚会，所以请咱如果教会内底遐弟兄们，我们已经不对外了吼，外口的社区的咱就大概因为人数也差不多要满吼，所以咱教会内底要搁报名，请甲办公室报名，我们还会接受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报名。还有爱报告无？那么我们就直接到财务的方面，互咱小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就翻到我们教会目前的迄个，没啥要讲遐，还是明安，请你来，这平安吼，因为受教育组长罗洪处长的交代吼，直接报告咱教会奖学金这个今年的状况吼。咱教会奖学金成立已经真久的时间吼，伫关心咱教会内底子弟学生在学生因伫学校伫教会种种的表现吼。咱的奖学金有2部分，一部分是奖学金，咱伫每年的母亲节甲感恩节吼。对咱主日学少年团体、甲青年团体，有
好的表现的学生吼，咱会互伊一个颁奖。咱以前礼拜中拢有看到吼。啊，另外一部分是就学去助学金吼，助学金是咱关心咱教会内优秀，啊，佫需要关心的迄个学生，主要是青年的主题吼。啊，去年咱的奖学金拢总的收入吼，有158100块，啊，支出是146200块吼。啊，感谢大家的关心吼。啊，希望新的一年，当会让继续为这个奖学金来关心大家，谢谢。好，教会内奖学囡仔奖学金，如果咱有主题吼，嘛会通申请啊，希望会通来参加咱的团契啦吼。啊，好，咱即摆来进入伫即个66页，好无？咱来掀开66页，咱来看去年一年的决选，啊，甲今年咱拍算的预算，是毋是要请郑公长老来小可甲咱说明一下吼？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吼。财务组来小可报告一下吼。咱看66面含67面吼，最主要就是讲，咱的收入的部分，咱本来是编1125万，但是咱尾仔收入有1145万吼。实在咱普通，咱每年的收入大概拢会比预算较济一丝啦，大部分都会达标啦。但是去年度来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咱是支出减少真济啦，疫情的关系减少支出，所以咱尾仔结余是有270万，吼，2704333块。最主要咱的开销这里面内底最主要就是讲，礼拜了的自餐啦，吼，佫零售费啦，吼，当然各种的活动嘛有减少，吼，最主要是因为即个关系，互咱减少。但是咱搁来看吼，迄个68面吼，就是宣教奉献。最主要咱教会虽然就是讲咱无的时阵，咱对外的奉献我有继续来支出吼，咱有来关心，就是讲咱有对各种的，或者咱家己过目吼。咱北中有一寡教会，因的收入减少，所以咱有甲伊纾困一间教会，拢甲伊纾困2万吼，拢总有10间教会吼。伫中会内底，有的教会的收入拢减少，咱的教会是无啦吼。今年度咱编预算来讲，咱嘛希望讲咱继续有成长吼，所以咱编的预算是1185万，1185万。这肯定是编做议案吼，请牧师因来主持吼。OK。过来我另外佫报告伫基金的报告，基金就是讲咱实在教会资产存偌济吼，现金尾仔咱来讲就是有存，咱看69面吼，有2039万吼，2039万，这是咱的结余，有这钱就对啊。咱有啥物问题，随时拢会使来问我安尼吼。多谢迄个检察委员吼，对阮的指正啦吼。财务组有真侪人咧参与吼，因为咱最主要是咱的效目，希望清楚，互逐个人无烦恼吼。我有听到人讲咱教会诚好个，所以免奉献哦。这点我感觉是误会吼。咱就是爱成长，收较侪钱，但是咱来办较侪活动。互咱的会友内底，咱会当享受，所以咱会当感受着讲，咱的教会地下室4楼，咱兼办公室、牧师馆，咱拢有甲整修，互咱有一个较舒适的所在。特别咱的教会，即摆伫台北中会内底，有像咱咧家己规栋楼拢是咱的教会吼，无诚侪间。咱就是讲诚好运，但是咱继续努力。上重要，咱所有的钱奉献的，就是要安怎？互咱会当招咱的子弟，拢继续伫咱教会来传承、来礼拜吼。所以咱的敬拜团啦，也是讲主日了吼，他们都很努力吼，互咱会当小朋友吼。咱今年拄牧师报告吼，生细囝较济吼，希望继续少年人结婚、生细囝，互咱的会友愈来愈济。当时当然，咱附近的人吼，咱隔壁大楼新起好，我会当较侪人来做礼拜。好，多谢大家。
多谢。所有服务的时间内底，老实讲，当然大家拢真辛苦吼。财务组是每个礼拜一定要点送去银行支出等等。超每个礼拜六我拢看财务组的同工拢伫办公室安尼规工，5天上班了，拜六大家过来拜堂来做遮个代志吼，甲咱的遮个会计处理了真好，咱真感谢遮个财务组的同工的迄个。所以咱先来看关于2021年的决算，毋知有啥物款，大家有啥物质询，还是有啥物款的问题也无？照决算就是伫66页遐，咱有看见咱的收入吼，大家人的奉献等等其他的收入，咱去年拢总1145万吼067块吼，迄大家有看到吼。然后咱的支出的部分是874万8737块，支出伫项目内底吼，不管是对外宣教基金，也是咱教会内底电费啦、水费啦，有诶无诶遮，拢写伫遮。所以头阵政工长都有甲咱讲，去年奉献甲咱的支出有结余是270万。总是因为这是咱去年规个拢无食爱餐，咱有足侪活动拢取消去吼，包括对迄个要去零售会啦，要创啥物会，所以咱去年确实有存一寡钱，今年咱大家奉献就是要来造就咱家己，要来传福音，咱会好利用这个钱。关于预算的决算的部分，大家有问题无？若无，毋知有人鼓议接纳咱的决算。2021年的决算无？有人鼓议无？任何会员拢会使鼓议吼，接纳。我们需要有人提议接纳。叶医师吼，提议接纳有复议无？复议吼，报三兄来，赞成的人请举手。好多谢咱大家，多谢大家对上帝听。第二项，咱就要来看咱今年的预算吼。今年的预算，咱就往咱看共款66页、67页吼。咱去年今年的这个收入的预算吼，在67页的后面遐，我们希望今年的奉献也能达到1185万，吼它的分配大概是安尼啦吼，不管是人事费用也好，还是其他这事干要用的，咱要望会通2022年我们的奉献能够达到1185万哈，各团体去使用这一些。大家有啥物款需要质询的问题也无？这若接纳就诚做咱大家共同的目标吼。望当然啦。我头先一直咧强调，就是会员大会毋是一年一届尔，你任何时候对教会做代志有任何的疑虑，都可以通过咱的中级还是甲牧师，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今仔日咱先有人鼓议接纳这个2022年的预算吗？有人鼓议接纳2022年的预算？有无咱的会员？没心啦吼，王光亮副议，其实我是较爱讲卖中级啦，因为中级摆这吼，我较爱咱的会友讲我毋是中级吼，我来提意见啦，安尼较有人歹势啦吼，我是甲中级讲吼，嘿，无要紧，有人我那个即届啦吼，即届有人故意接来咱2022年的预算吗？来林医师吼。故意叫杨美娟副议吼，赞成的请举手。多谢咱大家，多谢咱大家。我小可互咱看一下，头先政工长一直有咧强调一项代志，这也是我心内的一个真大的负担。咱教会是一个心灵的家，我是真期待讲，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家人也一起带来。所以咱头先咱的教会是全年龄嘛吼。主日学有幼幼班，3岁2岁嘛拢带来，咱会礼拜天我们会照顾他，还有主日的1年到2年
少年团结的初中甲高中的年龄阶段吼，我们有他的聚会时间，大学生研究所有青年团结，社青有有这个基石磐石有敬拜团等等。我们希望是一个全年龄的全家一起吼做伙伫这个所在，这是咱爱努力的目标了吼。所以毋茫这个毋是干我家己心灵的家，也是我的家庭的家吼，甲大家拜托一下。好，我们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来推举2位代表回应吼，他不能是现任的中职，来替教会一段时间就看咱教会小吼，到底有没有照名目这样子在支出？咱需要检校委员2名咱逐年拢来检。是毋是现任的中职的吼，拢替会友来看教会小有照安尼规矩，所以咱来鼓议2位好无？有人提议什么人无？咱过去这几年拢真感谢吼，因为博华吼伊是会计师所以伊真清楚吼，因为即马你知影政府最近吼对宗教团体，特别迄个正南宫的代志了吼。伊对宗教团体的奉献的来龙去脉吼也很注意咱都爱符合政府的规定但当然咱家己嘛爱真清楚吼，不要有钱是上需要透明公开清气的，所以咱需要有2位来检效博华是会计师，所以以前迄个皮豪兄伊是律师吼，所以咱拢经足好的人。有人鼓议今年要请什么人来甲咱检效无？提议一下，即马中职我来使提议啦，中职我来使提议什么人啦吼？提议什么人？只要不是长职就可以，不要担任检校委员，有无？有人鼓议来教书长了，博华吼，好，我提议博华，抑个一个好无？个陈培豪。因做了无讲真好，我给留任就对啦。陈培豪留任，还有人要提议无？我们现在有原来博华甲培豪兄吼，因真辛苦看遮，还有人要提议有啥物人较适当的无？蔡生兰我们现在有3位了吼。会计事务所上班，蔡生兰蔡生兰大家拢较无熟悉。伊去年洗礼加入伫咱的教会他自告奋勇所以很好。我们有3位，还有不要提名一个？好，有没有再提？那无我们就要投了我们因为有3位，所以我们要用票数的直接这样点了直接这样拜托书记到我看一下楼上有没有拜托进攻电脑到我点好不好？到刚刚点了，后来我们先提名，先表决赞成博华的请举手。来，这个家你就2票，一次一个人就1票可以举2次的。可以举2次可以举2次可以举2次。我们现在先有博华培豪跟蔡生来3位，我们现在是投赞成博华的，请举手拜托这边到审有些总务司这边拜托你到审。即摆是博华的我们就把它登记一下。真多谢咱即摆有安尼大家人志愿出来是上好来迄落大家做伙来。楼上28，迄个。这边30那边。28。偌济？这边偌济？这边30，那边87。总共87了已经过半数该一了我们先把票数记起来。林博华有87票，好，陈培豪请举手，赞成陈培豪，请举手，也算一下楼上也算一下。21、17，
17，按照加这边。又算了。 62，好，那我们来第3位蔡生兰，哈，蔡生兰，请举手，欢迎蔡生兰，来，请你点一下哈。几位？33。总共33。安妮呢还是就是原来博华跟这个陈培来拜托伊来给咱看咱的笑深蓝希望明年也多了解一下，我们谢谢他们。好最后2项代志，第一个就是迄个如果你等一下肉粽要大家吃，咱地下室有准备热的茶会当大家咱坐较开咧会当底下来吃。第二件事情就是咱3月5号，3月5号是礼拜天嘛？6号才对我们3月6号的礼拜天，我们教会如果我想你先报名不要紧啦，就写个你的名字我们到那个和平篮球场篮球馆。到时候你有事情不能去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到时候想要去，我报名可能就较麻烦，所以我们就把它报名一下，我们去看看当时马街怎么样150年在台湾来传福音所以我鼓励咱大家先报名啦3月6号下午2点在和平篮球馆我们去看看咱来迄落。这个后会我先拜托。咱今年新的这名誉长老、蔡正和长老先给咱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祈祷，我们再来唱这个最后的诗歌来请蔡长老咱的名誉长老来献上感谢替咱教会祈祷。请咱大家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阮过去一年。你的恩典端在下面，阮教会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阮这传道献身的事工会当继续来进行。特别阮今仔日会当顺利来完成阮2021年会员大会，感谢主，求主继续赐福带领阮阮的新的一年，阮大家拢会当献身。做偌济来荣耀主伊个人，特别保守带领赐福阮这大家庭，阮大家每一个人参与你的圣工。即摆阮要散会，求主带领阮的教会平安到长处。阮为着阮一切你的祝福、你的赐福献上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上用的是380首甘心的奉献，吟诗煞请刘牧师来作导，请咱起立圣诗380首。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要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恩赐祝福相通，甲咱们教会以及阮正大家每一个三甲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济，就倒